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帶大家嚟到大埔嘅太湖花園。呢個單位嘅面積大約係355尺，屋內係2房1廳。今次嘅裝修風格採用意式簡約風，主要揀咗一啲中性嘅色調，帶點低調而奢華嘅感覺。非常之感謝業主信任選擇我哋公司，等我哋可以為佢嘅屋企進行翻新嘅工程同埋裝修。呢一個單位做咗全屋嘅清拆，新做全屋水電、油漆、搭棚、換鋁窗、更換大門、房門、廚房門、廁所門。廚房方面就做咗櫥櫃同埋假天花，而浴室方面亦都做咗廁櫃、假天花同埋浴屏。另外訂做全屋嘅家私連安裝，連工包料，合共係373500蚊，絕對冇任何附加費，以誠為本。首先，我哋就嚟睇下廚房嘅位置啦。天花就做咗假天花加筒燈，上面嘅吊櫃咧就用咗淺灰白色，全部嘅位置都用得啱啱好，仲預留咗位置去放雪櫃。而下面儲物櫃就用咗木紫色，旁邊仲有個位放洗衣機。廚房係 L 型台面嘅設計，煮食爐、洗手盆絕對冇浪費半點嘅空間。而中間牆身咧就做咗大理石紋，令到成個廚房即刻提升高級感。喺呢一度煮飯嘅話，絕對夠晒乾淨企理啊！之後我哋就一齊嚟睇下廁所嘅位置啦。企乾區就用咗玻璃浴屏分隔乾濕，牆身同埋地板都用咗一深一淺嘅灰色雲石紋瓷磚。而浴室櫃我哋就做咗個掛牆式嘅鏡櫃，就一個比較型格嘅酒店風，視覺上空間感闊啲之餘又夠實用。之後就一齊睇下睡房啦，今次就用咗4尺半嘅地台床，床邊隔離嘅位置我哋就做咗書台，而隔離仲有個玻璃櫃同埋大衣櫃，一邊就可以放收藏品，一邊就可以放衫，實用得嚟又可以保留到個人風格。而去到另一間房，整體就一個淺木加白色簡約北歐風，衣櫃就由底到頂都用盡晒，整咗個大衣櫃去增加收納空間。出返嚟客廳嘅位置，電視櫃上下都做咗儲物櫃，而右邊就做咗個玻璃櫃門式物櫃，而旁邊你會見到有一個好實用嘅玄關位，我哋仲整咗個坐位方便屋主着鞋。睇返成個單位嘅主題風格，木色地板配搭白色嘅櫃，同樣係簡約暖色調為主。成間屋嘅門同埋牆身都係行一致嘅風格，經典深淺配色加強層次，同時又可以保持到簡潔感。我哋大師傅裝修會為客人做好每一個細節。如果你都想幫你嘅屋企嚟個大翻新，不妨參考一下太湖花園呢一個工程，揾大師傅裝修公司為你度身訂做一個家啦。